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的是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奇怪，今天徐薇老师不是讲英文，今天我们要来学客家。我嘛是客家人，我也是客家人哦。首先，我们与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啊，总要自我介绍一番，所以今天要来学的就是“请问您贵姓啊？”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呢？跟我念一次哦。请问乡马街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次，跟我念来。请问乡马街，请问就是请问。你乡马街，马街就是什么东西？马街什么东西呀？然后呢，乡就是姓氏的姓，请问乡马街。好啦，一句话就打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了。在传统的客家庄里面，你只要注意看哦，会发现客家人的家里啊，他的家门楣上面会挂着什么什么堂，什么东海堂、渤海堂、龙溪堂等等等，这代表着客家人不忘本哦。另外也标记着客家人的姓氏，像我徐薇呢，我是姓徐，徐在客家话呢是念启，乃相启，我姓徐。那么徐呢，那个就是属于东海堂，这是东海堂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我会自我介绍，乃相启，苗栗人，乃係搞英文的欣赏。我姓徐，苗栗人，我是教英文的老师。你也可以说乃相林，林就是我们说的双木林，乃相王就是我姓王，教会了吗？不过客家话王字有一个俏皮话很好玩，叫做王师受一王。我们知道是三横一竖王嘛，但那个王师就是王这个字呢少了一王，就是一横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你很土，对了，就是你很土的意思哦。王师受一王。好了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请问你姓什么？请问乡马街，请问乡马街。我是自家最大的妹，妹就是女儿。我是自家最大赖，赖就是儿子。OK， 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地方，我是徐薇，别忘了每天要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，安子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